睇嚟雙休離大家越嚟越近。2026年越嚟越多廣東企業招聘出現雙休唔加班，朝9晚6，部分工廠寫明月薪7000加雙休加5險1金。相比以前月休2日，競爭力明顯提升。美的全面反內卷，可以恢復正常雙休。名創優品反加班，多省推動週末經濟，招聘市場雙休職位增加。越嚟越多互聯網公司取消大小周。2026年全國居民存款突破160萬億，人均可支配收入繼續增長。唔少人寧願將錢放喺銀行，都唔願意消費。問題可能根本唔係冇錢，而係冇時間。我哋睇睇假期消費數據，可能你就會明白。2026年五一假期3.25億人次出遊，5日假期消費1854億，69%後生仔甚至會因為美食、動漫、興趣專門去旅遊。深圳南山一位程序員月收入2萬，朝9晚10，一個星期返6日。早餐樓下便利店飯團加豆漿12蚊，午餐公司飯堂18蚊，夜晚外賣30蚊，返到屋企已經11點半。一個月人工2萬，扣除房貸6500，水電交通800，日常開支3000，每個月可以存6000至8000。唔係冇錢，係忙到連睇戲、約朋友、去旅遊、買衫、行街嘅力氣都冇。調查顯示，超過63%嘅上班族落班之後只想休息，接近一半人每個星期休閒時間不足15小時。當雙休開始增加，第一個受惠嘅可能係餐飲業。數據指，週末餐飲消費比工作日平均高出40%以上，火鍋、燒烤、自助餐增幅更係超過50%。海底撈部分熱門門店單日翻台率接近8次。廣州陶陶居週末經常超過100台等位。深圳木屋燒烤星期六營業額比星期二高出接近1倍。4個朋友去打邊爐，人均130，食完去霸王茶姬，每位20，再睇套電影，人均60，散場之後再去燒烤，人均90，一晚落嚟人均消費300。每一筆消費都會變成服務員嘅工資、商場租金、供應商收入、物流司機工資 ，GDP 就係咁樣一啖一啖食出嚟㗎。第二個受惠嘅其實係旅遊業。2025年中國國內旅遊人次突破60億人次，旅遊收入接近7萬億，超過70%嘅訂單集中喺週末。高鐵週末客流量比工作日高出20%。珠海一對90後夫婦以前單休，一年最多去1次旅遊。自從公司改雙休之後，玩法完全變晒。3月去順德食牛肉火鍋，4月去江門赤坎，5月去中山溫泉，6月去汕頭。以前一年旅遊開支5000、6000，依家一年超過2萬。跟住復活嘅可能係娛樂業。2025年全國演唱會票房突破800億，周杰倫、五月天、刀郎、陳奕迅演唱會場場爆滿，有城市甚至出現為咗睇演唱會順便帶旺酒店。成都曾經因為一場演唱會帶動超過幾億元消費。深圳一位00後女仔平時奶茶都唔捨得飲，但五月天演唱會一開，門票1380，高鐵來回200，酒店500，打卡食飯買周邊再用800，前前後後一共消費超過3000。朋友笑佢敗家，不過佢話以前單休一個星期返6日，我連開心嘅時間都冇，依家雙休先似返個人。原來每多一日休息唔單止係福利，仲可以帶嚟經濟增長。有時間先有社交，有社交先有約會，有約會先有餐飲，有餐飲先有商場，有商場先有消費，有消費先會有就業。當越嚟越多人可以準時收工，每個星期可以放2日假，大家就可以星期5晚約朋友食飯，可以湊小朋友去公園，可以陪父母飲茶，可以同另一半去旅遊。復活嘅唔單止係餐飲、商場，甚至旅遊業，更加係久違咗嘅煙火氣。一個有煙火氣、有笑聲、有生活感嘅社會，本身就係最好嘅經濟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我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